大家好啊，我係 Jessica。今日咧同大家咧分享一個單位，咁呢個就係駿景園嘅單位啦。咁啊原則咧有3房套廁連工人房嘅，咁啊實用面積係1039尺。我哋入去望下，單位有所改動嘅，咁啊將工人房改細咗，令到咧飯廳大咗好多啦。駿景園係原裝係鑽石型嘅客廳飯廳，咁最緊要睇翻個景觀，呢一個係單邊嘅景觀，望出去咧向翻東南。你睇下廚房係咪非常之四正呢？咁業主咧裝修得咧非常整齊㗎。咁另外咧呢一個係洗手間，有3間房，其中一間咧就係主人房。每一間房咧，你睇一睇個格式，都係方方正正㗎，擺齊衣櫃同埋書台嘅。呢間主人房超正啊！你睇下張床幾大，King size嘅床，仲可以擺喺中間，仲擁有一個大衣櫃